新年新春新喜，名戏名段名家，今晚群星荟萃，各显国粹芳华。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 CCTV 空中剧院节目，我们是在北京的海淀剧院为您现场直播。亲爱的朋友们，在这庆新年迎新春的美好时刻，我们又欢聚在了一起。今天晚上呢，大家将要看到的是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的京剧名家，将在这里为您献上一台高水平的精彩的演唱会。我们说，在这些艺术家当中呢，有9位优秀的青年演员，他们都来自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今天呢，他们呢将和中老年艺术家一起联袂演出。我相信今天的演唱会会伴随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3代携手，流派纷呈。首先登场的是优秀的余派传人，来自上海京剧院的王佩瑜，为您演唱余派名剧《搜姑救姑》。有请王佩瑜，有请。再三的不肯招人，大人的王法不用亲手指一边将你要打
的，接着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捉放曹》的二六。休道我言语多必有奸诈你本事，大一人把事做差律不赦，与你互相交，我家为什么齐心杀他的全家一家人呢？被你杀也就该要把持状来呀，杀老张是活根呀。好言语传不尽，春牛木马，把此则好一比地地之蛙。好，谢谢年轻的王佩瑜带给大家韵味深长的演唱，谢谢。好，朋友们，不久前，京剧界和文化界刚刚隆重纪念了艺术大师程砚秋先生诞辰100周年。大师的精湛技艺和崇高品德再次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深切思念。没错，今天晚上呢，程派的再传弟子来自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李佩红将为大家献上《春闺梦》。我想呢，这也表达了对程大师的最好的纪念。好了，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李佩红带给我们的《春闺梦》。请。为大家演唱《春闺梦》。
好，谢谢李佩红的演唱。那好，下面呢，我们再次请李佩红为大家献上女企界选段，我们欢迎。李佩红的一段程派的流水啊，是别开生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说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啊，有许许多多的女性形象，或者是英勇豪爽，或者是活泼可爱。我们再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呢，有一出戏也是根据地方戏遗址改编的，叫《对花腔》，可以说又开了京剧老旦扎大靠开打的先河，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先行的老旦形象，那就是文武双全、有情有义的这样一个巾帼形象。那么下面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也是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研究生，来自中国京剧院的著名老旦演员袁慧琴，为您献上《对花腔》。来对话。
这里我跟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么我在这里呢，再为您演唱一段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谢谢。好，谢谢袁慧琴，谢谢。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一生，真可以说是为了京剧艺术的发展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创造的一生。说得太好了。那么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呢，梅兰芳先生创作排演了他生前最后一出代表性的剧目，那就是根据豫剧移植的《穆桂英挂帅》。年届花甲的梅兰芳先生唱出了"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的豪迈歌声，可以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接下来呢，优秀的梅派传人来自上海京剧院的史一红将为我们带来的就是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穆桂英挂帅》。有请史一红。一见
家的鼓励。接着再为大家唱一段《凤还巢》。好，谢谢史一红。史一红的名字呢，渐渐的被大家熟悉了。其实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史敏。亲爱的朋友们，在中国的京剧舞台上呢，我们说提到一个艺术流派啊，大家会想到一批脍炙人口的名剧。那么提到一个名剧呢，大家也会自然的想到它所代表的影响深远的艺术流派。所以我们说呀，这个艺术流派和这个名剧之间呢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比如说《文昭关》，这就是一出家喻户晓的杨派代表剧目，多少年来久演不衰，传唱不绝。下面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优秀的杨派传人李军，为您献上《文昭关》。南火也。
非常感谢广大观众对我的热情鼓励。下面呢，我就把这段二黄快原版把它唱完它，还是文昭关。谢谢大家。好，谢谢李军，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在前不久出版的程砚秋戏剧文集当中收录了程先生的部分手记，其中呢就提到了有一位青年演员多次到他隐居的家中求教，寻求剧本，可以说是孜孜以求，不辞劳苦。鞠萍，我问你，你说他提到的这位青年演员是谁呀？这位青年演员就是后来继四大名旦之后独树一帜创立张派艺术的张君秋先生。由此呢，我们对前辈艺术家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多了一份认识和敬意。没错，下面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张君秋先生的亲传弟子，来自天津青年京剧团的赵秀军，为大家献上张派名剧《望江亭》。
家。现在先给您拜个早年。第二段为大家演唱《状元美》选段。好，谢谢赵秀君，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在京剧的传统剧目当中啊，我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有很多的剧目啊是不同的流派所共有的。比如说《二进宫》就是这样的一出戏，不同的流派唱来呢，风格也不一样，但是各有各的韵味，各有各的魅力，也会给大家带去不同的艺术享受。下面呢，我为大家请出的是一位优秀的洋派传人，他呢就是来自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老生演员张克。接下来，他为大家献上的是洋派的二进宫选段，司鼓呢是崔红，操琴是朱建忠，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比得过。从项羽在我疆，一场到后来，风寒心散，既往他朝中有一个小伙，丞相后宫院有一位吕后娘娘，她君臣设下了天罗地网，三宣汉心战的手，在一两9月13岁，双江太师的钟儿亮不闻纠缠，千岁爷新汉宫学生不忘，他的是不服了10年寒窗，就在遨游大越扩张7天的文章，才落得过比得不是郎，他只怕不有下场。谢谢。下面再为您演唱一段《法门寺》。刘公道做事真难当，身当相约犯了法，杀死了星儿在之上，并加罪了他宋国时的后代根呀，此一番曲线，天岁爷的家老狗才，准备着刚儿到八儿的头文来杀。好，谢谢张克的精彩演唱，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呢，让唐明皇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成了千古绝唱。那么，从1925年到1926年间呢，梅兰芳先生根据《长恨歌》还有清代的《长生殿传奇》等作品，编演了4本《太真外传》。那么梅先生对这出戏呢，不论从声腔、服饰、舞美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好，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京剧院优秀的梅派传人李胜素，为我们演唱这出名剧的精彩唱段。朋友们，司鼓呢是赵琦，操琴是李义平，有请李胜素。
谢谢。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生死恨》选段。好，谢谢李胜素的演唱，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我相信大家听到这几句唱词呢，那么耳边就会回想起名剧《野猪林》当中那段苍凉悲愤的反而黄。我们真的应该感谢李少春先生，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好听的一段荡气回肠的唱腔。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中国京剧院的著名老生于魁智。特别要说明的是啊，于魁智和他的搭档李胜素呢，昨天刚刚从维也纳回来。那么他们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参加了维也纳中国新春音乐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于魁智带给我们的《野猪林》大雪飘的唱段。丝鼓呢是苏广忠，操琴是赵建华。有请于魁智，有请。
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宝应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思想往事，怎不叫人万里关山河日繁，问苍天却月儿何时再团圆？问苍天何日里重回？三世间，如今
火，天眼便对仇火怨。天哪天，莫非你怕权奸？有口难好，谢谢于魁智的演唱。下面呢，我建议大家，我们再次用热情的掌声，请出他的黄金搭档李胜素上场，有请。我们说，这两位大家喜爱的青年演员，确实是当今京剧舞台上难得的一对黄金搭档。我点一出戏吧，唱《武家坡》怎么样？各位，好，我们欢迎。收拾至三环，我与你少年的夫妻就过几年了。这命银子路不要与林娘，做一个安家的钱，买把不做把身，买把知福把分，论一个小子的命儿在那天下传。是烈女不该吃酒坊，引火来在大道旁，为君旗下。我俩来上马，一马双跨到西凉哦。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好，谢谢于魁智，谢谢李胜素珠联璧合的演唱。好，亲爱的朋友们，新编历史剧《赵氏孤儿》啊，大家都知道是由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等艺术大师共同推向京剧舞台的。我们说他们呢，也通过这个戏啊，留下了自己精美的创造。
接下来上场的是天津京剧院著名的球派演员邓木伟，为我们演唱《赵氏孤儿》中“我为将”一段。朋友们，司鼓呢是马学义，操琴是晏守平。好，下面我们一块儿来欣赏京剧名家邓木伟的演唱。请。痴情多有得罪，多有得罪了。王先生，休怪我一人是懵了懂，你好比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猴年吉祥，阖家欢乐。下面我再给大家演唱一段传统京剧《木虎关》中一段西皮流水。两帮盘送了领队，真是的家。
邓文文老师声如洪钟的演唱。亲爱的朋友们，老旦名剧《罢宴》呢，说的是宋代寇准做了高官以后，乳娘呢告诫他要保持廉洁的这么一个故事。这可以说呢，也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下面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旦名家赵宝秀，为大家演唱《罢宴》。司鼓呢是马学义，操琴是王富龙。好，有请京剧名家赵宝秀，有请。下面我再为朋友们演唱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旦名剧《吊金龟》。我怕的是我练了之后我是九泉难见儿那去世的
好，谢谢赵宝秀老师的演唱，谢谢。提起青衣名家杨春霞，会使我们观众朋友马上想到现代京剧《杜鹃山》，那可是家喻户晓。没错，这个戏呢是杨春霞老师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但是呢，我如果要说到杨春霞老师演的这个《大灯殿》，可能看过这个戏的观众呢就不是很多了。今天呢，为了给演唱会助兴，杨春霞老师呢就特意选了《大灯殿》这个戏。司鼓呢是马学义，操琴是晏守平。好，下面我们就请出京剧名家杨春霞为大家演唱。有请。山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杜鹃山选段《至坚新奇》。杨春霞老师的演唱，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叶派小生名剧《罗成教官唱念作舞繁难》，特别是其中的主要唱段高亢激越，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我们说也体现了演唱者的深厚功底。下面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大家熟悉的小生名家叶绍兰先生，为大家演唱《十指连心》一段。丝鼓呢是冯洪启，操琴是李之祥。下面我们请出小生名家叶绍兰先生为大家演唱，有请。
再为大家演唱一段《辕门射戟》。谢谢叶绍兰先生气势恢宏的演唱，谢谢。大智大勇，一往无前，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为我们塑造的革命战士的形象。特别是剧中杨子荣的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更是唱出了共产党人迎难而上的坚定信念。下面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中国京剧院的老生名家耿其昌先生为大家演唱。司鼓是马学义，操琴晏守平。有请耿其昌先生，有请。共产
面我再演唱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干洒热血写春秋》。今日统一秦东秋，王之文成誓不休，来日方长显神州。干洒热血写春秋。好，谢谢耿老师的演唱，谢谢耿老师的演唱，激起了大家一阵又一阵热情的掌声。亲爱的朋友们，新编历史剧《谢瑶环》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由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先生编写的。我们说主人公谢瑶环呢，刚正不阿，敢爱敢恨，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下面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中国京剧院的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李维康，为大家演唱《谢瑶环》，有请。
好，谢谢李老师。李老师，请留步，请留步。下面呢，我建议大家，我们还是用热情的掌声，请出耿其昌老师，好吗？耿老师往舞台中间请。那么下面呢，我们请2位京剧名家呀，给大家演唱《四郎探母》当中做工的短快板对唱，大家肯定期待已久。其实平时啊，很多的戏迷给我来信。都这样讲，说听这个李维康老师跟耿其昌老师演唱的做工啊，就是不一样。后来我就寻思着，我说怎么不一样呢？刚才我问这个耿其昌老师，他说在上戏校14岁的时候啊，就跟李老师合作《四郎探母》，到现在几十年了，他能一样吗？欢迎做工。好，谢谢2位京剧名家的演唱，谢谢。好，也谢谢现场观众的热情，谢谢你们。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这位艺术家呢，绝对要带给大家一份惊喜。为什么呢？因为现场观众的节目单上啊，你找不着他的名字。这是我们在演出前啊，刚刚联系到的一位艺术家。他呢深得荀慧生先生的真传，现在呢是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院长。热情的掌声，请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为您献上《玉堂春》，我们欢迎。想起当年罗
请留步。孙老师，大家的掌声那么热烈，您肯定要给大家再唱一段。可是我们没对。没对，现成的。燕老师什么都会拉。啊，行。您看唱一段什么？苏三起解吧。苏三起解，这个太简单了啊！苏三起解呢，我得提个要求。大家都知道孙老师多才多艺，我就听过呀，孙老师好几个版本的演唱。那这样，我替大伙提个要求啊，中文、日文都给我们唱一唱，怎么样？哎，行，这个版。来，先中文。念日文。苏三红通开欧萨里，卡伊多米他多拉茨库，库库罗黑爱尼库勒，米吉库库西米有米米亚卡西，那开欧塞拉鲁卡达拉巴，那个塞罗里茨达哎有库西，苏三卡古曼伊哪里西啊？蓝三尼开欧拉诺罗霍乌茨库克。要甭拉了，我自个儿唱的了。苏三红通开欧萨里，卡伊多米他多了次可可可罗黑阿伊尼库来米吉可可西有米面卡西那开欧塞拉鲁卡达拉巴那个塞罗里茨达哎有可惜苏三卡古买哪里西安兰塞尼开欧拉阿诺鲁呼乌茨库克。谢谢孙老师，谢谢。其实这一段我听了好多遍了，我就在偷偷的看着台下的观众，有的观众乐不可支啊，我看脸都乐红了哈。再次谢谢孙老师的演唱，谢谢。好，亲爱的朋友们，就在10多天以前啊，全国人民都在隆重的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0周年，可以说歌颂伟人的丰功伟绩，令我们备受鼓舞。接下来呢，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济老师将为我们演唱根据毛主席诗词谱曲的《蝶恋花》。朋友们，思鼓呢是孙彦军，操琴胡启明，有请京剧名家，有请。
再给大家唱一段《锁麟囊·春秋亭》。谢谢李时记老师，谢谢李老师的演唱。好，朋友们，提到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先生啊，大家都知道他是77岁的老人了，但是热情不减，宝刀不老。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在京剧音配像工程庆祝胜利完成的那个晚会上呢？谭元寿先生为他的曾祖父，也就是谭派艺术的创始人谭鑫培先生配像打渔杀家，声情并茂，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今天呢，谭元寿先生要在这里现场为大家演唱《打渔杀家》。司鼓呢是马学义，操琴是王鹤文。热情的掌声，请出谭元寿先生，有请。
开柴飞，我呀小童。谢谢。确实啊，我们在舞台上看到77岁高龄的谭老师为大家声情并茂的表演和演唱，让我们感动。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一出《贵妃醉酒倾倒五洲之音》，一曲《海岛冰轮》传遍了天涯海角。好，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要为大家请出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为您献上《贵妃醉酒》。
谢古稀之年的梅葆玖先生的精彩演唱，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北京、天津、上海京剧名家演唱会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感谢艺术家们的精彩演出，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拜一个早年，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朋友们，再见。再见。